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第16节，申命记第23章第21节到24章的10节到15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偏见。英文偏见应该是 preconception， 但是圣经中文的偏见在NIV 的翻译里面，它是用了favoritism 偏爱来说的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来思考。事实上，偏爱就是从偏见的基础来的，因为有一个偏见呢，就会有偏好，也会偏爱，或者是对于某些对象特别的不喜欢。旧约创世纪里面记载的第一对的双胞胎以扫跟雅各这对兄弟，他们彼此的问题就出在他们的父母亲各自有偏见、偏爱，也因此造成了兄弟之间的不和睦。申命记第23章21节到24章的10节到15节提到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有许愿的问题，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要信实，对许愿要信实，不可拖延，不还愿就是得罪上帝。这个概念在马拉基书也出现。关于奉献1/10的教导，马拉基书3章的经文这样说：我问你们，人可以欺骗上帝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可是你们欺骗了我。你们问，我们怎样欺骗你呢？我说，就是在该献的1/10和祭物上欺骗了我。咒诅要临到你们所有的人，因为全国都在欺骗我。和合本的翻译将这样的欺骗做不同的解释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/10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第二点，他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他界定了需要跟想要。怎么说呢？23章的24节到25节，他提到了这个经过人家里的葡萄园或是麦田的时候，可以用手摘取葡萄或是麦穗来吃，这是被允许的。但是不可带着篮子或是用镰刀去割去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样子是有意图要去偷的。我们可以联想到在路德记的记载的情形，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在经过一片麦田，因为他们肚子饿了，就随手搓麦穗来吃。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1节。
事实上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学习了许多埃及的不好的文化跟作为，并且他们在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们是非常贫穷的，他们连吃的喝的都没有，也因此有这样的个规范，让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喂养，但是不可以满足他们的想要，这就会牵涉到偷窃的行为了。圣经又提到了借贷的问题，24章进入到借贷的部分。虽然我们知道债权人有权利，但仍然有所限制，不可进入到借贷人的屋子里面去强取抵押物品。这是非常文明的一个规定，更是明白的告诫有钱人不可对穷人有偏见。不但如此，如果遇到穷人，就不可以将抵押品留到隔天，这是为了慈善，为了爱人的缘故，这样上帝才会悦纳。最后，对于雇工，不可以剥削，即便他们是贫穷的，也不能另外看待、另眼看待。特别是对那一些外侨当雇工的时候，更不能有偏见，需要当天就给付他应得的工资，否则你就有罪了。人是感情的动物，总是会有喜好和讨厌的问题出现，因此基督徒需要被提醒，对于人不可以有偏爱、偏见。耶稣基督曾经在山上宝训这样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说：假若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？就连睡棍也会这样做。假若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就连异教徒也会这样做。如果只爱那对我们好的，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如此，更因为上帝不偏待人。耶稣基督说：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且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，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。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，同样也照坏人，降雨给行善的，也给作恶的。因此我们知道偏见是上帝所不悦的事情，偏见就是违背了上帝的道路，就是得罪了上帝。雅各书这样提醒我的弟兄姐妹啊，既然你们是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就不可凭着人的外表，用不同的态度对人。与生命记相同的教导，雅各也谴责那些巴结有钱人、看不起甚至欺负贫穷人的那些人们。这是不是只有这种语法不容而已啊？是上帝所不容许的信仰态度。雅各说：你们若遵从圣经上所记载的爱人如己，那新国度的法则，那就对了。但是你们若凭着人的外表待人，就是犯罪。法律要判定你们是犯法的。
谁违背了法律中的一条诫命，就等于违背了全部的法律。因为那一位命令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。尽管你不犯奸淫，你杀人就是违背法律。既然你们要受那使人得自由的法则所审判，你们的言行就要符合这标准。因为上帝审判的时候不会以仁慈待那些不仁慈的人，然而仁慈是胜过审判的，不但不能欺负、欺压，更要进一步的去爱这些人。诗篇第119篇9节到第16节，年轻人要怎样过着纯洁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命令。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都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高声传述你所立的一切法则。我渴慕你的法律，远胜过一切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慎思你的训诲。我以你的法律为乐，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以偏见来待人，让我们学习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人。因为主说，我看人不看外表，是看内心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去帮助人、爱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